大家好，我係阿水，歡迎收睇一步一腳印。早前兩條短片，我哋分別出咗兩個層次嘅疑問。第一條短片講到，哪吒呢個名唔係中土原生詞彙，本源來自古印度佛教，經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原，最後被道教吸納，寫入《封神演義》，成為家喻戶曉嘅神話人物。而第二條懸疑短片，我哋出咗更加陰暗嘅一層隱情。所謂剔骨還父，蓮花重生，表面係少年忤逆反抗父權，實質係一頭運外凶神，捨棄凡間血肉束縛，借草木軀殼重鑄神魂。而李靖手上嘅玲瓏寶塔，本質唔係護身法器，而係長期壓制哪吒殺氣嘅鎮壓之物。好多觀眾留言話，從細到大睇哪吒嘅故事，只見到鬧東海、抽龍筋、反天庭，從來冇諗過呢個人物嘅起源咁複雜。有人話哪吒只係明朝小說家虛構出來嘅仙童，亦都有人堅持呢個神明自古就存在於民間信仰。事實上，真實嘅演化脈絡遠比封神小說更加曲折，更加詭異。今日呢部長片，我哋就一步一腳印，由志源、佛經、道藏、民間祭祀、歷史原型5個維度，完整拆解哪吒嘅一生，由佢最初嘅凶神本相，到投胎成為陳塘關李門三子，由7歲鬧海闖下大禍，到剔骨還父斷絕人倫，有太乙真人蓮花素體死而復生，到執火尖槍對抗生父李靖，再到後來歸順周室，助姜子牙伐紂，最終位列仙班，成為天庭三太子。一路睇落去，你會發現呢個人物嘅核心靈魂，從來都唔係天真爛漫嘅仙童，而是一顆從一開始就唔願意服從規則，唔願意依附血緣，唔願意接受天命嘅叛逆靈魂。第一章，名字之謎，哪吒究竟係邊度來嘅神明？好多人從細慣咗叫哪吒，從來唔會懷疑呢個名嘅來歷，但只要對照中古音、梵文翻譯詞彙，就會發現哪吒二字完全唔符合中原漢語傳統起名習慣。上古諸神，譬如倭王、伏羲、神農、蚩尤，名字都係華夏本土語言體系之下形成。道教本土先人太上老君、張天師、八仙諸位，稱呼都貼近漢語語法，唯獨哪吒讀音拗口，用字生僻，明顯係外來語音譯。追溯最早嘅文獻，魏晉南北朝時期，隨住佛教東傳，大量梵文護法神祇嘅名號透過西運、河西走廊傳入中原。哪吒嘅原型係梵文 Nalakhara， 音譯為那羅鳩婆羅，亦簡稱哪吒。哪吒喺早期佛教體系入面，佢唔係溫和嘅善神，而是北方毗沙門天王麾下嘅護法凶神，職責係鎮壓惡鬼、驅除瘟疫、管束邪魔，性情剛烈，殺伐極重，屬於戰鬥型護法。呢度就要講另一個關鍵人物，毗沙門天王。呢位天王傳入中原之後，慢慢被民間信仰改造，配上漢人將軍嘅形象，改名李靖。換句話講，最早嘅神話體系入面，李靖即毗沙門天王，哪吒係佢麾下嘅護法部將。兩者本來唔係父子關係，只係主僕上下級。點解後來會變成父子？原因係隋唐時期，民間開始流行將外來神明本土化，用中原宗族血緣嘅邏輯重新包裝異域神祇。既然毗沙門天王李靖地位崇高，麾下最強嘅戰將哪吒，最合理嘅改造方式就係設定為天王嘅兒子。就咁樣，佛教入面嘅主僕關係被硬生生改成父子關係，為後世剔骨還父、父子反目嘅劇情埋下咗根源。呢個階段嘅哪吒仲冇細路仔嘅形象，一直係威猛殺嘅武將造型，手持長槍，負責鎮守北方，驅邪禍亂。唐朝盛世，西域交流頻繁，毗沙門天王信仰達到巔峰，軍隊之中好多將士都會供奉天王同哪吒，視之為護軍戰神。安史之亂之後，中原動亂，道教勢力開始抬頭，大量佛教神明開始被道教吸收、重編，納入天庭仙班體系。哪吒就係呢個時候慢慢脫離佛教體系，開始向道教仙人轉型。到咗宋朝，道教典籍開始將哪吒記載為先天靈氣所化嘅仙童，依附於天將李靖門下。宋元話本民間戲曲入面，慢慢開始出現哪吒出世、年少神通嘅小故事，但仲未有鬧東海、剔骨還父嘅核心劇情。真正將呢個人物推向巔峰，賦予叛逆靈魂嘅，就係明朝中葉許仲林所寫嘅《封神演義》。好多人誤以為《封神演義》創造咗哪吒，
其實唔係，許仲林唔係創造人物，而係整合咗幾百年來佛道兩教嘅傳說、民間流言、西運凶神典故，重新搭建咗一套完整嘅人生軌跡，仲加入咗最具爭議嘅剔骨還父劇情，令呢個神明徹底脫離咗護法凶神嘅底色，變成一個挑戰父權、反抗天命嘅少年英雄。講到呢度，第一層謎團解開，那吒唔係中土土生土長嘅神仙，本源係古印度毗沙門天王座下嘅戰鬥凶神，經過千年本土化改造，先成為托塔天王李靖嘅第三子。但新嘅問題跟住而來，既然原本係上下級，點解封神入面父子會反目到要兵戎相見？點解一定要設計剔骨還父呢種極端嘅劇情？第二章，陳塘關出世，欲求降世背後嘅神魂特殊性。按照封神嘅設定，李靖係陳塘關總兵，夫人甄氏懷胎3年0 6個月，最後誕下嘅唔係正常嬰兒，而係一隻圓滾滾嘅肉球。李靖以為係妖物，拔劍劈開肉球，先見到入面跳出一個手戴乾坤圈、腰纏混天翎嘅男童，呢個就係哪吒。呢段出世嘅描寫睇落好似神話誇張，實際上暗藏2層淵源。第一層，繼承咗域外凶神非人道降生嘅特徵，好多上古魔神、域外殺神嘅傳說都唔會以正常胎兒形式降世，要藉由異形、肉卵、靈氣聚合嘅方式誕生，代表佢哋唔屬於凡間血肉輪迴。第二層，道教練氣理論入面，先天靈體、二仙轉世，往往懷胎時日漫長，唔受普通凡間陰陽節制。3年懷胎，意味住哪吒從一開始靈魂就唔係普通凡人魂魄，而是一女先天殺靈轉世，只係借甄氏母體作為一個容器降臨凡間。太乙真人作為原始天尊座下12金仙之一，一早睇穿咗哪吒嘅本質，所以第一時間主動登門收哪吒為弟子，贈送2件先天法寶：乾坤圈、混天翎。乾坤圈屬金，乃山精金所煉，可攻可守，重約萬鈞。混天翎係水屬性寶物，展開可翻江倒海，操控水氣。一水一金2件法寶，剛好對應咗哪吒天生帶有嘅殺氣同控水本能，亦都解釋咗點解佢細個就中意去東海海邊遊玩。好多人覺得哪吒鬧東海只係細路仔頑皮，但結合佢嘅本源來睇，其實唔係任性咁簡單。東海龍族係天庭管轄嘅水運正統神脈，掌管天下江河湖海，屬於秩序派神明。而哪吒本源係鎮殺驅邪嘅凶神，天生就唔願意服從天庭既定嘅規矩，去到東海海邊沐浴。混天翎攪動海水，令東海動，某種意義上係佢靈魂深處本能對正統神權嘅一種無意識挑釁。衝突就係咁樣爆發。東海龍王麾下巡海夜叉上前喝止，雙方口角之後動手，夜叉被哪吒打死，跟住龍三太子敖丙前來問罪。同哪吒打鬥期間，又被哪吒用乾坤圈重創，最後被抽走龍筋，打算返屋企織腰帶送俾李靖。呢件事直接觸動咗整個龍族嘅底線，四海龍王聯合一齊直奔陳塘關，要向天庭告狀，控告李靖教子無方，縱子行兇，強行要求李靖交出哪吒，以命抵命。呢個時候嘅李靖處於兩難境地，一面係天庭壓力，四海龍王聯手施壓，如果唔交出哪吒，整個陳塘關百姓都可能遭受水禍牽連；另一面係親生仔，加上背後仲有太乙真人撐腰，屬於玉虛宮門下弟子，唔可以隨意處置，局面一步步走向死局，亦都逼出咗整部神話最驚世駭俗嘅選擇——剔骨還父。第3章，剔骨還父，究竟係盡孝，抑或是斬斷束縛？面對四海龍王嘅圍逼，天條法規擺喺眼前，哪吒唔想連累父母，禍及全城百姓，於是做出咗一個驚天決定。佢對李靖同甄氏講：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今日闖下大禍，罪孽在我，唔應該由家人承擔。既然肉身係父母所賜，今日我就將骨肉悉數歸還，從此我唔再係你哋嘅兒子，恩怨兩清。講完之後，哪吒拔劍自殘，削肉還母，剔骨還父，將凡間軀殼徹底燒毀，魂魄游離無依，變成一女孤魂。傳統通俗解讀大多將呢一段歸結為哪吒懂事，不願連累家人，以死謝罪，但結合佢域外凶神嘅本源，
後續復仇嘅行為。我哋可以睇到另一層更深嘅含義。古代儒家體系之下，講究父為子綱，子女一生依附血緣宗族，命運由父親、由家族決定。哪吒嘅靈魂天生叛逆，唔願意被凡間父子名分束縛，剔骨還父，表面係長命盡責，實質係透過燒毀血肉軀殼，主動切斷凡間嘅倫理綁定，肉身冇咗，父子血緣關係自然宣告終結。從此佢嘅靈魂唔再受凡間孝道、宗族規矩嘅約束。呢個理念係當時封建時代極度離經叛道嘅。儒家講究身體髮膚不敢毀傷，孝道大過一切，而哪吒直接用自毀肉身嘅方式否定咗血緣綁定嘅絕對性。呢亦都係點解呢個故事流傳之後，好多保守文人批判哪吒大逆不道，視之為亂倫之象，魂魄遊蕩無處容身。哪吒唯有依靠民間百姓嘅香火供奉，凝聚靈氣，慢慢修復神魂。於是因是暗中做主，係陳塘關附近建起一座哪吒行宮，讓百姓朝拜，藉住香火氣力，令哪吒魂魄慢慢重聚，尋找機會重奪肉身。本來一切都係低調進行，只要假以時日，哪吒憑香火之力慢慢形形，就可以慢慢恢復實力。但偏偏呢件事被李靖發現。李靖知道，如果哪吒憑香火重聚神魂，從此脫離凡間管束，以佢傑嘅性格，必定會同自己徹底翻臉。於是李靖親自帶兵搗毀哪吒行宮，打碎神像，驅散朝拜百姓，直接斷絕咗哪吒依靠香火還魂嘅唯一路徑。呢一步係李靖同哪吒正式決裂嘅關鍵。本來哪吒剔骨還父，已經打算恩怨兩清，唔再牽連李家，但李靖趕盡殺絕，唔俾佢留一絲生機，徹底激怒咗哪吒嘅殘魂。走投無路之下，哪吒殘魂只能前往山求助師父太乙真人。到呢度，第二條短片埋下嘅懸念正式浮上水面。太乙真人選擇用蓮花、荷葉、蓮藕為材料，為哪吒重塑身軀。呢種做法唔係普通嘅仙家重生法術，而係一種草木奪捨之術，捨棄血肉凡胎，以無情草木為軀，令神魂徹底擺脫凡間陰陽五行、血脈因果嘅牽絆。重生之後嘅哪吒，冇咗凡間父母嘅氣脈束縛，力量更加純粹，殺氣更重，唯一嘅執念就係返去找李靖復仇。第四章蓮花化身，草木之軀帶來嘅力量蛻變。太乙真人見弟子魂魄凄涼，又知道李靖斷絕香火之路，唯有施展禁術，利用蓮池之中嘅蓮花諸物，拼湊出新嘅身體。蓮葉為衣，蓮梗為骨，蓮藕為肉，蓮花形氣。一盞法術之後，哪吒再度站起，只不過呢一具身體已經唔再係血肉之軀，屬於先天靈氣同草木精華聚合而成嘅仙體。呢度要拆解一個重點，點解一定要用蓮花？第一，蓮花出於泥而不染，象徵脫離凡間俗世，斬斷塵緣。第二，佛教早期本就以蓮花為聖物，哪吒本源出自佛教護法，以蓮花素體係還原其本源屬性。第三，草木屬於長生不滅之體，唔會像凡人血肉一樣衰老、生病、輪迴，只要靈魂不散，蓮花軀殼就可以無限修復。重生之後嘅哪吒，師父再賜予火尖槍、風火輪、陰陽雙劍，實力比起從前大幅提升。此刻嘅哪吒心中只有一個目標，殺返陳塘關，找李靖報復搗毀行宮，趕盡殺絕之仇。佢腳踏風火輪，手持火尖槍，直奔李府。見到李靖就直接動手，毫不留情。李靖雖然身為總兵，略懂道法，但面對蓮花仙體、手握數件先天法寶嘅哪吒，完全唔係對手，一路敗退，險些喪命。就在哪吒準備斬殺李靖之際，燃燈道人及時出現，出手攔阻，仲拿出一件法寶玲瓏七寶琉璃塔。呢座寶塔層層有乾坤，可以收攝妖魔，封印殺氣。燃燈道人將寶塔交俾李靖，教佢只要哪吒繼續尋仇，就可以用寶塔將其收入塔內鎮壓。好多影視作品將玲瓏寶塔描繪成調和父子矛盾嘅道具，實際唔係。呢座塔嘅核心作用，專門克制哪吒身上嘅兇殺靈氣同蓮花仙力。燃燈道人出面調停，表面講係勸和父子，
實際係天庭同玉虛宮嘅一種制衡手段。哪吒嘅叛逆性格太強，如果任由佢殺死生父，打亂凡間同仙界嘅倫理秩序，會引發一連串連鎖反應。所以燃燈道人以寶塔作為籌碼，強行壓下衝突，令雙方被逼停戰。李靖手握寶塔之後，從此號稱托塔天王。只要哪吒動起殺心，寶塔就會自動發光鎮壓。兩人表面和解，認回父子名分，但實質關係早已破裂。李靖依靠寶塔壓制哪吒嘅殺氣，哪吒顧及師門同天道大勢，唔好再強行負。雙方維持住一種貌合神離嘅制衡狀態。呢個就係第二條懸疑短片講嘅重點。托塔天王嘅寶塔一開始就係為咗壓制哪吒而存在。矛盾暫時平息之後，哪吒暫時返回山修煉，靜待封神大劫到來。等到雙袖無道，周武王起兵伐紂，姜子牙開闢封神榜，各路仙神下山入世，哪吒亦奉師父太乙真人之命，加入西岐陣營，成為周軍麾下最強嘅先鋒戰將。第5章伐紂戰場，叛逆戰神嘅征戰之路。下山輔助西周之後，哪吒憑住火尖槍、風火輪、乾坤圈、混天翎多件法寶，橫掃雙軍陣營。面對張貴方、魔家四將、閔仲、十絕陣、九曲黃河陣各路敵手，哪吒衝鋒在前，作戰勇猛，不懼任何邪術妖法，因為佢係蓮花草木之體，唔屬於血肉輪迴，所以魂飛魄散類嘅邪術、迷魂大法、蠱毒咒術對哪吒完全無效。呢個優勢令佢喺封神大劫之中避開咗好多金仙都抵擋唔住嘅殺劫。戰場之上嘅哪吒唔講人情，唔畏權勢，只要係阻礙伐紂大業嘅敵人，一律強行剿滅。呢種作戰風格延續咗佢本源凶神嘅殺伐本性，亦都令西岐陣營好多仙人對佢有所忌憚。有人欣賞佢勇往直前，亦都有人覺得佢殺心太重，難以馴服。姜子牙心裏都明白，哪吒歸順西岐只係順應封神大勢，並唔代表佢願意永遠服從天庭嘅安排。大劫結束之後，如何安置呢位叛逆戰神，一直係仙界嘅一個難題。伐紂戰爭一路打到朝歌城下，商紂自焚，殷商滅亡，周朝定鼎天下，封神大劫落幕。姜子牙開始按照昊天上帝嘅旨意，冊封365位正神，好多參戰嘅仙人戰將死後魂魄入榜，受天庭調遣，成為天庭神將。而哪吒因為並冇在大劫之中殞命，肉身尚在，唔需要依靠封神榜獲得神位。最後經過玉虛宮同天庭協商，正式冊封哪吒為三壇海會大神、靈感三太子，鎮守天庭天門，掌管天下兵馬先鋒，依舊歸屬托塔天王李靖管轄。名義上父子二人一同效力天庭，看似恢復正常，但只要細心睇神話後續傳說，就會發現天庭但凡遇到大亂，要麼叛亂，第一個派出嘅永遠係哪吒。天庭嘅思路好清晰，利用哪吒嘅殺戰力鎮壓四方動亂，同時用李靖同玲瓏寶塔長期進行約束，將呢頭域外凶神徹底納入天庭秩序嘅體系之內。呢個就係我哋一開始講嘅延續千年嘅神明馴化工程，由域外凶神到佛教護法，再到道教仙童，最後成為天庭正神，一步步被中原文明改造、約束、收編。但就算經過層層束縛，哪吒嘅核心精神從來冇消失。後世民間之所以中意哪吒，唔係因為佢係天庭三太子，而係欣賞佢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。面對強權、父權、天條規矩，如果壓抑本性、強行服從，就永遠只能活在束縛之下。剔骨還父係捨棄血緣束縛，蓮花重生係重塑自我意志，反抗李靖係拒絕權力壓迫，眾王戰場係掌握自己嘅命運。第6章後世演化，哪吒點解成為反抗精神嘅象徵？由明朝封神演義開始，哪吒嘅故事深入民間，戲曲、畫本、廟宇祭祀陸續跟進。明清兩朝，民間好多地方建立哪吒廟，將其奉為護童之神、鎮水戰神、驅邪大將。有意思嘅係，不同地域嘅百姓對哪吒嘅解讀分為兩種路線。士大夫、官紳階層傾向淡化父子反目嘅劇情，強調哪吒最後歸順天庭，孝順父親，用呢種方式迎合儒家倫理。底層百姓、勞動大眾更加中意突出佢反抗強權、不屈服命運嘅一面，
將哪吒視為對抗壓迫、追求自我嘅象徵。到咗近代、現代，各類影視、動畫作品不斷重塑哪吒形象，無論係舊版動畫，定係後來嘅影視大作，都會圍繞逆天而行、不服天命作為核心主線。大家會發現，時代越發展，人哋越嚟越看重哪吒身上嘅叛逆精神，反而慢慢淡化咗所謂嘅孝道歸順。究其根本，就係因為每一個時代，總有人會遇到既定規矩、先天束縛帶來嘅壓力，而哪吒嘅故事剛好提供咗一種精神寄，即使出身無法選擇，血緣無法決定，但靈魂嘅方向、命運嘅道路可以由自己重新選擇。反到本源層面再總結一次，哪吒本係古印度北方護法凶神，隨佛教東傳進入中土，隋唐被民間改造，同毗沙門天王李靖綁定為父子。宋元融入道教體系，成為先天靈童。明朝《封神演義》加入剔骨還父嘅經典劇情，賦予反抗精神。千年之間，道門、天庭用名分、法寶、職位層層約束，完成對域外凶神嘅馴化。但就算如此，呢位蓮花戰神骨子入面嘅結，從來冇被完全磨滅。服從唔係唯一嘅選擇，順從天命亦唔係必然嘅道路。呢個就係哪吒神話留俾後世最大嘅思考價值。第7章結尾思辨，講完哪吒由域外凶神到華夏叛逆戰神嘅千年演化史。最後，我哋留一個問題同大家一齊探討。從道理上講，李靖作為父親，維持規矩，斷絕哪吒香火，有佢嘅立場；哪吒年少闖禍，反擊父親，逆天而行，亦有佢嘅執念。如果換轉係你，面對來自長輩、既定規矩，甚至所謂天命嘅壓力，你會選擇妥協順從，抑或好似哪吒一樣堅持本心，走出屬於自己嘅道路？另外，你覺得哪吒剔骨還父究竟係不孝嘅叛逆，定係一種擺脫束縛嘅勇氣？歡迎將你嘅睇法寫在留言區，一齊交流討論。呢一期一步一腳印哪吒全傳就講到呢度，我係阿水，我哋下一期歷史神話人物再繼續慢慢拆解。